伴随着十鼓集乐团震撼的鼓乐声中，从中央到地方，产官学等各界贵宾齐聚，要共同来宣传今年台湾好汤温泉季盛大展开。2024-2025台湾好汤活动正式启动！哇，温泉水真的涌出来了！我们打造了一个温泉养生之旅，结合了自行车、步道、美食以及怀旧时尚的在地文化。那邀请我们各个民众来到我们全台湾19个温泉区来用温度来体验认识台湾。由交通部观光署所取名的品牌台湾好汤已经有17年，今年再次选择台南关子岭作为年度行销启动点，就是看准泡汤文化作为台湾国际行销吸引国外游客的重要性，所以来自全台19大温泉区都总动员来设摊，希望结合地方产业特色来并吸引游客眼光，也让产业界相当感谢。温泉季的一个活动到今年有17年的一个时间，那我们在关子岭这个地方总共有4次在关子岭这个地方来办理，那每一年我们会在不同的地方来办理这一个温泉季的一个活动。那我们要非常感谢我们交通部观光署历年17年来为我们所办的一些推广行销温泉季的一个活动。会中包括东山咖啡的现冲体验，以及将天然的温泉泥浆当作染料，都成为注目焦点。会中模特儿就身穿在地职人以泥染、茶染以及蓝染等全手工制的罩衫来走秀，希望凸显西拉雅观光圈内的产业，共同为台湾好汤揭开序幕。就是以关子岭红叶公园为设计理念，以缤纷让人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静谧与丰富的秋季色彩。台湾好汤启用之后，将一直到明年6月底，希望传达温泉旧时光、健康新时尚，而且越在地越国际的主轴。记者顾文吉台南报道。